是全台湾第一人把苦瓜和丝瓜嫁接在一起。移花接木，哎，我们这是下面，你看这是丝瓜嘛，对，丝瓜，啊，这是苦瓜，从这里上去就不一样了。你看这个叶子是不一样了。他创新的农业改良，让廖清江种出的苦瓜可以隔绝曼谷饼的侵害，体型更饱满，口感更清甜，价格因此受惠。价钱都是很好啊，问题产量不够给他们，供不应求啊。我们价钱比到这市面上的苦瓜就要，现在价钱好的话，1公斤最起码差了有30块左右，啊，价钱低之后最起码差10块钱。老是供不应求，让廖清江带领的产销班很自豪。曾经2度获得全省10大农产品的殊荣。廖清江很坚持无毒农作，带我们看完成苦瓜授粉任务他的秘密员工。这就是我的工人啊，你看啊，呀，还在工作啊。蜜蜂比较多的地方哈，它的比较会授粉。有机植栽品质有口碑，廖清江的苦瓜一般民众在市场根本买不到。5星级饭店和知名小吃店的预订订单已经应接不暇。所以你现在给我这一条不是凉拌吃，是生吃？哎，可以生吃，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喷农药的。真的吗？哎，因为我们这是有机的。我真的，你吃得好心嘛？就大埔客我有听懂。你吃到后生嘛的意思，就是你好不好吃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摸一周的，不苦哎。不苦哈。为什么梨子可以嫁接而苦瓜不行呢？廖班长当时因为这个疑问，于是研发了嫁接方法，也带动了台湾苦瓜的一场革命。他说，这或许源自于血液当中客家人在艰困环境里面就会发挥的变通能力。你吃到后生嘛，摸一周的。你吃到后生嘛，摸一周的。